呢個緩慢嘅網站同時從兩個方向失血搜索引擎，將其推低排名，而唔耐煩嘅訪客喺轉化之前呢就放棄咗佢。頁面速度而家係已確認嘅排名信號，其對用戶行為嘅影響使其成為任何依賴網站獲取收入嘅企業中槓桿效應最高嘅優化優先事項之一。速度與商業成果之間嘅關係已經被大量研究量化，頁面加載時間從1秒增加到3秒時，跳出概率增加超過30%；從1秒到5秒，跳出概率增加超過90%。對於電商網站，每1秒嘅延遲都可以直接換算為失去嘅銷售額。呢啲唔係理論假設，佢哋係基於數百萬次真實用戶會話嘅行業研究結論，適用於從小型本地商店到全球零售巨頭嘅各種規模企業。核心網頁指標 LCP、INP 同埋 CLS 將用戶體驗量化為搜索引擎喺競爭頁面之間比較嘅排名因素。電商商店擁有沉重嘅產品圖片庫同埋服務型網站，嵌入第三方工具嘅時候面臨特別嘅脆弱性。圖片優化 WebP 轉換響應式 SRC set 延遲加載，為大多數網站帶嚟最即時嘅速度提升，可以喺唔損失視覺質量嘅情況下，將文件大細減少25%到50%。服務器端改進放大客戶端嘅優化成果，啟用 Greaves 或 Broadly 壓縮，利用瀏覽器緩存同埋部署 CDN， 加速跨地區嘅內容交付。金融平台同醫療保健門戶具有複雜功能時，必須審計第三方腳本分析追蹤器、聊天工具同埋社交插件，各自可能只增加幾百毫秒，但累加起嚟可能使頁面加載時間翻倍，默默降低性能。